期要重溫嘅指法咧，就有 G、A、B 三個音。記得吹冇同笛，我哋嘅音色係要 tw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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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吹，同埋越低音就越細力嘅咁樣去 two。咁我哋溫翻三個音先 ，G、A、B 三個音。好啦 ，G 就係0、1、2、3手指。好啦 ，A 音係0、1、2手指。B 音係0、1手指。好啦，到 E 音同 D 音啦，都係要溫習嘅。咁 E 音咧要注意，我哋會用到呢隻手啦，即係右手喎。咁咧隻手指公就係要擺定喺後面支笛嘅後面，黐實，唔好喐嚟喐去，咁啊會影響到你撳指法嘅。擺喺嗰個4手指嘅窿嘅後面啦。咁 E 音就係要撳住4、5手指嘅。OK，D 音咧就會落埋6手指落嚟，同埋要細力啲 ，two 細力。嗱，頭先我有一個唔好示範，我一開始已經大力咗，所以係 B 步咁樣噶啦就會，所以你要多練習去感受用幾多嘅力度，得唔得？點解會 D 會成日走音？一就係你漏窿啦，主要原因。第二原因點解會吹到咁樣咧？咁樣咧係因為個氣不斷變嚟變去。你要 keep 住同樣力度嘅 D 音嗰個氣，去 keep 住就唔會變咗個 D 音噶啦。咁我哋咧會呢個星期會練 Amazing Grace 呢一首嘅樂曲啦。咁粉紅色聲部即係 Descant One 咧就會吹。就要練好第一個樂句。其實呢首樂曲咧不斷重複呢一句嘅啫。其實如果你呢一句練得好咧，幾乎已經教晒成首歌㗎啦。好，呢首樂曲咧 Descant Two 就係綠色 highlight 嘅嗰部分。咁就係有一個新嘅音係要練嘅，就係個 F sharp 呢個音。咁要注意個指法喎，係0、1、2、3，然後撳住呢隻手，掂住呢度，然後撳5、6。記得感受下啲窿有冇撳好，然後吹。呢個就 F sharp 啦，咁翻屋企要記住 F sharp 嘅指法，仲有喎要抽出嚟練 E F sharp、E F sharp 呢一個嘅指法喎。嗱，如果用唔啱氣就會變成咁樣嘅，所以你一開始就要熟悉用幾多氣先吹啱個音咧，得唔得？就係咁樣啦。好，然後後面就會接住 G、A 係8分音符，個節奏就會係要抽呢一句出嚟練。好，成句你可以喺屋企嘅時候你就可以練。記得要練熟啊！